连面要过年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伫大卖场、传统市场、各有餐厅抽验食品哦，计共是抽验229件，包括菜洗水果、加香菇这的大料有21件无合规定哦。主要是农业的残留、搁重金属的钞票，嘛要求这的产品哦，得爱回收落价。后礼拜特别放年假，一些民众嘛当地采买年节要食的物件。为着民众的食品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嘛伫咧卖场、菜市啊、餐厅含食品行顶抽验食品。伫咧229件当中，有21件无合规定，蔬果无及格占上侪，有验到农药残留、砂糖剂等等。另外像德胜、香菇类有验到重金属超标，也个有土豆制品验到黄卡毒素。所有不符规定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也都已经要求我们的一个贩售商跟进货商呢要立即下架。那经追查来源属外县市的部分，都已经移请当地的卫生局进行调查。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呢，经调查就是违规属实呢，会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相关的规定进行处办。卫生局表示，农药含量无合标准的，则违反食安法，相当通罚到2亿；若若重金属超标，则规定无限期改正，相当是通罚到300万。另外，过年民众饭菜通常会煮较济，常在有直直烫来食的习惯。有营养师是建议讲，上好在煮之前先择好每一顿的量，若是要煮别的年菜顿来，嘛着分装，莫共一定直直烫。现在的年菜其实都是以冷冻来运输的，所以分装之后就是以该使用的分量去复热。买的年菜其实它已经是熟食食品嘛，那已经是算一次了。那我们回家复热其实已经是第2次了，不要超过3次为限。营养师建议民众烫菜上好是莫超过3届，除了避免烫过以后营养分流失，嘛惊讲万不一保存无好食到会歹腹肚。营养师嘛呼吁民众在过年的时阵大鱼大肉也要菜价，才通食到健康，阁无负担。记者卢尚祖、林晓凯台北报道。